是讲到照圣神的教示踮伫主的内面，咱遮庄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圣神帮助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虽然有烦恼，虽然有惊吓，但是愿主的平安，真做咱的照伴，真做咱的帮助。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即个疫情影响阮的生活，全台湾有无确定的惊吓，特别对病情的扩大，有侪人，阮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阮看如细囝的安全，阮嘛烦恼许大人甲慢性病的人，因伫即个疫情的冲击的内底，阮烦恼因会感染。但是愿天父上帝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恳求，将你的平安放伫即个土地，互主你的听来扶持帮助。主无论是伫教会内底做伙组织的阮的兄弟姊妹，或者伫网络顶悬甲阮同心来敬拜你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互阮伫你的平安到永永远远。也愿天父上帝，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赏赐阮对天灵来的话，就是你圣神的感动。你伫逐世代用你的话甲圣神的帮助，互人对你来领受你的应允。今仔日所讲的这个应允，就是2000年前约翰伊所记载圣神的感动。约翰讲，这个应允要长长点伫阮的中间。主，阮深深相信，你所应允阮的平安，是无人会通甲阮偷去、甲阮抢去的平安。主，愿你互阮伫你的面前，无论什么种的境遇，拢抬头仰望你，也看见你的慈爱。愿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愿咱来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要甲咱分享今仔日这段的圣经，就是伫灵修的中间，上帝互我读到一句真邀请的话，嘛真提醒警醒的话，记载伫今仔约翰一书。约翰对伊的兄弟姊妹写这张批，伊甲因讲：恁若认为恁是基督徒，恁若认为恁是基督徒，恁就爱真心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2000年后，这句话嘛来对咱讲，咱拢相信咱是基督徒。我嘛深深知影，今仔日伫礼拜堂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若毋是因为恁敬畏上帝，咱就袂伫疫情遮尔扩大的时，咱都离开咱家己安全、单独保护的厝内，咱来到教会内底，咱做为自称。所以，咱自称是基督徒。今仔约翰所讲这句话，是为着要互咱加做一个德性的基督徒。所以讲，既然是你认为是基督徒，咱就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愿这句话甲咱大家三个分享。这句话我读的圣经的版本是当代中文圣经译本。这种的圣经较少有字面的版伫咱的手中，所以，但是这句话伊的翻译真浅白，甲无论是咱的白话字的圣经，也是和合本的圣经，伊的翻译拢无共款。伊讲：既然有人若以为他是基督徒，人若以为他属基督，这个意思。人若认为家己是已经属于耶稣基督，那安尼，伊就爱亲像伊的主人，亲像伊的老师耶稣基督。真浅白的话，足深嘛足清楚，就感动着我。当我灵修结束的时阵，上帝伫梦中帮助我去想到我生命受改变的这段真感动人的故事。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特别要甲咱教会的青年分享。愿上帝呼召感动，互咱的教会每一个青年人会当亲像100几年前19世纪。上帝所拣选最优秀，上帝所使用的宣教师。我大学的时阵，1978年
1978年，我入去伫成功大学。迄个时阵，上帝赏赐我一个属灵的团契，伊的名是全台湾唯一的，伊叫做 SCM， 意思就是基督徒学生团契、学生运动。这个名是对美国的学生团契传来到台湾，因为早期咱台湾的学生工作者有的人，因甲美国的宣教师也是讲去留学，所以因就带着这个感动带到台湾。伫真侪的团契、长老教会的团契内底咧讲起这段的故事。一心会安，恁会记得教会捌看一段影片叫做《火战车》。咧讲起伫英国有7个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是全世界上优秀的学校，全英国排第1名。但是伫迄个中间优秀中的优秀，有其中有7个人。后来到伫中国做内地会的宣教师，上帝拣的拢是上好的。这个人伫19世纪中间，将近有2万人。因对英国，特别是英国甲美国，到伫世界各所在，所听的姊妹，正是因为安尼，所以今仔全世界各所在拢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因为这群人因伫第19世纪受上帝的影响。我伫迄个团契成长的过程顶悬，我的牧师、我的老师，因带我读这段历史的故事。这个人因一生所选择的职业，这个人因一生所选择要做的基督徒的样，就亲像今仔日约翰医师讲：你若觉得你是属于耶稣基督，咱若感觉咱是属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咱就学习耶稣基督所做的话。伫这个故事，我看到3项代志。第一项代志，上帝怎样伫19世纪来竞选、来鼓励这群少年人，走到天涯海角，将上好的献给上帝，完完全全将伊完全的心志献给上帝。所听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讲，我的家族中间，我要献给上帝。我要将上优秀、上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来献给上帝。愿天父上帝用咱会当改变这个世界。我深深互因内底，伫这将近100年中间，因留落真侪信仰的话，其中有一句话，伫45年前我听我的老师甲我讲了后，我永远无忘记这句话。迄句话就是因常常伫因的培灵会，无论是伫欧洲、伫美国，因常常伫培灵会中间来讲起这个世间需要福音，所以伫侪青年人的中间，因就形成一个口号，叫做 "All should go, go to all"。伊的意思就是，所有上帝所听的基督徒 ，All should go 的意思就是讲，拢应该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Go to all 就是到天边海角。所以每一个受上帝听甲伊的恩典充满的上帝的百姓，咱应该有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这种的心志。愿咱伫伊的面前，咱今仔日这个故事会通继续伫咱的中间。当时因为这群人因会通放落因的一切，所以这个真水的故事嘛，唤起我对我心内咧想讲，那安尼我的一生会当做什么？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看人，不是看伊一生伫外表所做的工作那点。上帝看人，常常拢是看伊内心伊的决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读今仔日约翰所留予咱这句话。约翰伊讲：你若自认你是基督徒，你应该伫生活的中间来学习耶稣基督。这个版本的翻译。伊是直接将意思翻出来，毋是一句一字、一句一字安尼翻的经文。所以伊甲咱的中文的圣经和合本，以及咱的罗马字的圣经翻译，意思同款，但是字面无同款。也因为伊真谦卑，所以讲你若自认你是属基督，你就应该什么？伫你的生活的中间来学习耶稣基督。
所以咱捌听过一种信仰的鼓励，讲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你捌听过吗？圣经生活化，生活安那？圣经化。伊的意思就是，当咱领受这个信仰甲真理，咱伫生活的顶端就爱照安尼来做。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咱要当心伫上帝的面前决志。咱甲主讲，主互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互我欢欢喜喜、心甘情愿。主你互我成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会当追求更较好的意思。我拄则咧讲起一段的经文，暗示一个面貌，伊就唤起我去想到，其实我一生中间上帝足疼我。当我咧找我家己人生的方向的时，我并无明白，我后来到65岁时，我会针对什么种的人。但是吼，上帝用一阵，互我感觉真欣赏，嘛真尊敬这个人。这个人为着上帝，甘愿放落一切享受，无论是剑桥奇节，无论等下我甲咱讲的一个叫做伯德恩。这个人拢伫教会的聚会中间，通过圣神的帮助，因的心内就大大地的火热。因一生志意要找一项代志，就是我的生命只有一摆，那安尼我的人生要安怎活，我才会没有遗憾。45年前有一个故事我读无到，但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间。上帝讲，互我听到，去看到其中一个少年人，伊无容易互人知影，因为伊有真热情的热心，想要为着上帝做宣教师。但是真可惜，伊伫25岁就过身，因为伊去印度的时阵，伊叛病，所以真少年的时阵，这个囡仔就过身。但这个囡仔是一个足特别的囡仔。伊伫18岁生日的时，妈妈爸爸问伊讲：“你将来要做什么？”伊讲：“我要做宣教师。”伊的爸爸妈妈是非常好囝的美国人，伊的经济能力非常好，但是伊甲伊爸爸妈妈讲：“我无爱食的，我要做基督徒，我要为上帝做宣教师。”所以，伫18岁生日的时，伊的妈妈就送伊一本圣经。伊就将伊的心中的感动写伫咧圣经中间，然后伊就去读册。伊伫美国中间上优秀的大学叫做耶鲁。咱的青年可能加减捌听过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拢是美国的中间上优秀的学校之一。这个少年囡仔伫耶鲁大学4年中间，逐日清早，单独一个人开始。天光就跪落来祈祷，伫迄个所在敬拜上帝。后来招伊的朋友，后来到伊4年要毕业的时阵，全学校真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拢受到伊的感动，那加入迄个早天的祈祷会甲查经。这个人的一生虽然拢无做什么，但是伊甲其他的2万几个美国、英国、欧洲的这青年。2万几个人，因的心中全然听上帝。今仔日圣经约翰一书伫第2章第5节，伊讲听上帝的心就得到完全，听上帝的心就得到完全。上帝将伊的听充充足足放伫一个人的基督徒的心内，伊甲上帝的听完全的结连，伊就一生无怨无悔，愿意。为着上帝来活，所以兄弟姊妹，愿我今仔日将这段圣经来放起伫2000年中间真多欢欢喜喜为上帝来活的人，兄弟姊妹，上帝拣选是何等的奇妙！愿咱今仔日的礼拜，咱来读这段圣经，咱嘛甲这群人同款，甲2000年前的耶稣的学生，因欢欢喜喜为着上帝来活。为主来我的决心，会影响你的信仰，会影响我的信仰。伫19世纪这的基督徒学生运动中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
YMCA 伊的口号。所以你若有伫 YMCA 出入咧做志工、义工，还是讲你有朋友伫咧出入，恁就看到即句话，伊讲非以义人，乃义于人。什么意思？毋是要去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来欺用人，毋是，乃是要亲像耶稣基督谦卑家己，受人的欺用。伊的言语毋是安尼写，但是这是中文，所以这两句话就伫19世纪的中间产生极大的影响。所听的弟兄妹，主耶稣讲：“我是恁的先生，我甲恁洗骹。你是我的学生，恁嘛就照安尼来做。”这就是拄则我甲咱提起的英国的剑桥七节，其中有一个人，我捌甲恁讲过，就是《火战者》的主角，叫做 Eric。这个人伫奥林匹克的顶悬上帝何等的奇妙，互伊信仰的坚持，原来是100公尺的夺牌的黄金选手，但是因为礼拜日伊拒绝礼拜日参加比赛，所以就等于放弃伊一生中间最悬的目标，就是得夺牌。但是这个人讲，我一生夺牌的目的，不是要荣耀我家己，所以有得到金牌，无得到金牌，对我来讲，不是第一要紧。当然真要紧，但是不是第一要紧。但是我一生对我出世，我认捌上帝，我就从来唔捌礼拜日无做礼拜。所以这个人，伊知影做礼拜，伊甲做礼拜看做比得到奥林匹克的金牌更加重要。Eric 这个人后来放弃参加100公尺，后来伊足好的朋友就受感动。所以，这个朋友就甲伊参详讲：“那安尼，无我将我400公尺的参赛权，就是讲我本来是走400公尺的，无我将我400公尺的这个机会，互你好无 ？”Eric 后来勉强答应。勉强的意思就是，一个若走100公尺的人，伊真困难走400公尺。当然有雷同啦，但是通常拢是专精一项。但是无拍算，伊为了上帝荣耀，因为伊心中坚持，我做运动选手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所以我若袂当伫我的基本生活顶悬荣耀上帝，那安尼我得到金牌要做什么？这个人一生就是用着为上帝而跑的精神来过伊的一生。Eric 最后死伫中国的东北。伊后来死伫中国的东北，因为后来世界大战的时，战争互东北真做真战乱。后来伊为着福音的缘故，留伫东北，也死伫东北。所以，兄弟姊妹，拄则我甲咱讲，博德恩这个少年人，伊伫18岁的时，伊的爸爸妈妈问伊讲：“你将来要做什么？”伊甲妈妈讲：“我要做宣教师。”伫18岁时，伊的妈妈受感动，无甲伊阻挡。伊的爸爸妈妈就照伊的心愿，送伊去耶鲁大学来受教育，准备将来要做宣教师。当伊摕到妈妈送伊的圣经，伊头一句话，伫伊的圣经顶悬写 “No reserve”， 伊的英语的意思就是毫无保留。伊18岁时，伊将伊的性命献予上帝，讲。伫上帝的面前，我无计较，完完全全上帝想事，我嘛将上帝想事献予上帝，完全无保留。因为上帝是我的，我的嘛是上帝的。一个18岁少年囡仔，较有这种洒劲，牧师用这句话洒劲。有时世间人看作愚戆，但是伫上帝看作荣耀甲宝贝。伫4年后，伊对耶鲁大学毕业的时阵，伊要开始做宣教师。伊伫圣经的中间写第2句话：永不回头 ，No retreat。上帝带我行这条路是一条无回头的路，我欢喜为着伊的缘故。因为这个少年人伫少年的时阵，有听到一个宣教师住伫伊的教会讲道，讲起伫中国有一个所在叫做兰州。兰州上出名叫做兰州牛肉面，这个所在因为伊隔界伫汉人甲回教徒的这个地区，所以当迄个所在有真侪的回教徒。
回教是上歹宣教的所在。咱知影，咱有真侪义工伫咱台湾帮助咱做年长的长辈照顾，因真侪人拢是信回教。回教是对信仰非常虔诚的族群，这个人真困难宣教。这宣教师咧讲起伊怎样伫回教的所在来传福音。伯德恩这个人，伊心中受着极大的感动。伊第一个目标就是将来受教育训练了，就是要去中国兰州来对回教徒。但是伊因为伊参加的这个宣教协会基督徒学生运动 SCM， 找派伊修成去埃及受训练。伫遐读真侪个无共款的语言，伫遐学习迄个文化的装备，打算要入去无共款的回教中东地区来做宣教师。伫迄个时阵，伊写永不回头。但是无打算，22岁伊开始受训练，也未踏入中国。伊25岁的时阵，就因为感染一个病，所以后来25岁真少年的时阵，伊就过身。后来，伊的朋友将伊所有留落这物件寄倒来到美国，给伊的爸爸妈妈。伊的妈妈伫这本圣经顶悬看到第3句话，迄句话讲：“我毫无遗憾，虽然我25岁，啥物拢无做，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想要去做福音、传福音、去教会、互回教徒。这个少年人25岁，完全无成就。”伊的一生可能是真冤枉，但是所听的姊妹，耶稣敢毋是安尼嘛？所以圣经中间，上帝看人的成功，常常拢毋是看咱手所起做的礼拜堂生做怎样。上帝所看咱的成功，通常拢毋是用表面来看。这个少年人留这3句话，到今仔日。也佫常常伫逐所在来影响人。所以爱的姊妹，这阵少年人，毋是因为父母甲伊勉强，这阵少年人拢是因的心头的内底，互圣神讲话。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所以牧师甲恁分享这个故事，我深深相信。2000年前感动上主耶稣基督的学生的迄个5旬节圣神，逐世代嘛拢在感动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互上帝圣神伫你的生命掌权，互上帝主张成做你的主张，互圣神将耶稣基督的感动来放伫你的心内嘛？所以，弟兄姊妹，我要甲恁分享。嘛要甲恁鼓励，常常为着恁的囡仔将来，成做上帝手中荣耀的器具，毋是趁钱的工具，是荣耀的器具。为着咱的囡仔，咱做祝福的祈祷，求天父上帝将伊极荣耀的心意来放伫这个囡仔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日的礼拜了后，你定心读今仔日这2段圣经。包括以赛亚第55章，上帝讲：“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讲，咱的上帝是一个卓越、完全、荣耀。迄种的荣耀是荣耀到咱伫地面上这世俗的人所无法度明白上帝伊的荣耀甲卓越。所以讲，咱通过这个圣经的话，以及上帝伫逐世代伊所找见感动的基督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尼来读圣经。第一，欢欢喜喜，谦卑恭敬。所以以赛亚讲到，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所听的姊妹，你的心内敢有羡慕上帝甲上帝活命？你有偌济渴望你的生命甲上帝同行？兄弟姊妹，咱若渴望上帝，咱一定会爱读圣经。如果你若毋是真爱读圣经的
兄姐，毋通丢毒，互牧师甲恁鼓励。恁无一定爱参加牧师的线上查经班，毋免。但是恁爱做一个知影圣经的宝贝的基督徒。咱若是羡慕上帝的人，咱若无认真读圣经，咱真困难，互即个荣耀带有智慧的话来改变咱的家族，改变咱的命运。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充满智慧甲聪明，原来伫上帝面前来追求上帝。一个追求上帝的人，不但会爱读圣经，伊嘛会爱做礼拜。伊做礼拜无一定是礼拜堂的内底，伊做礼拜就是常常伊想要亲近上帝。每一个时刻，伊拢想要甲上帝相合伫地。就亲像我拄则甲咱分享这个伯德恩。伯德恩到伫耶鲁是一个大学，多数的人若去到大学，伊所要追求的就是自由啦、团契生活啦。咱无法度想象伫耶鲁、哈佛、剑桥大学这高等的大学的内底，会晓读册，佫会晓运动，所以当时真侪运动选手拢是即对这大学出来。无论过迄个独木舟的比赛，无论是打迄种的板球，足侪优秀的运动选手拢是伫英国、美国这欧洲的优秀的大学的内底。所听的姊妹，当侪这的少年人咧追求这个世间所流行的，甲运动当作神明来拜，有无是啥物意思？会当摕到金牌奥运比克，迄个奥运比克的金牌就亲像神明啦。今仔日这个时代，真侪人嘛崇拜这运动，对无？咱来看上帝像，咱来看这啥，真侪运动已经成做一个世间另外一种的无形的宗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追求耀化咱的上帝，没有花俏，却充满了美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内底，一个较无追求上帝的人，上帝欢喜将伊的疼来甲伊分享。所以，当一个人伊若真正甲上帝恋爱，伊就袂爱甲其他人做伙。咱拢捌少年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拢捌恋爱，有的人是媒妁之言啦吼。但是咱来回想迄种恋爱，伫恋爱的时阵，伊的世界只有对方两个人啦，剩的拢亲就看袂到，时时刻刻拢希望边的人拢消失，只有剩因两个人，对吧？兄弟姊妹，咱敢捌恋慕咱的上帝，羡慕咱的上帝到这样。当咱若真正将上帝当作咱生命中间至宝贝，今仔日约翰一书第2章第5节甲咱讲，上帝的疼伫伊就真正有交情。交情的意思就是全备完全，所以意思就是疼上帝的心伫咱的内面，是要得到完全。所以兄弟姊妹，这种的应允，毋是对疼讲倒来。这种的应允是伫你的心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咱欢喜疼上帝，是因为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内底，咱互上帝疼着了后，咱感觉足幸福。就亲像伯德恩，就亲像真侪这2万个受上帝差派到世间各所在。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李文斯顿，恁会记无？牧师常常甲恁讲这个故事。牧师真爱这个人，所以若有机会听到因的故事，我拢袂放弃。若有机会会当去造访，就是讲去访问因的成长的遐过去所行过的脚迹。上帝带我到伫非洲一个所在叫做库鲁门，带我去看李文斯顿伊伫非洲宣教所咧住的所在，真感动我。伫迄个所在，我看到。我伫册内底所听到的故事，因为李文斯顿因为听上帝缘故，伊将伊的生命献予上帝，一生也为着伫非洲来做宣教士。
所以到伊死的时阵，伊事先有交代伊的仆人，就是伊的同工。伊讲：万一我若意外死伫非洲这个旷野的时，请你将我的心带伫非洲。所以利文斯顿真正伊死的时阵，伊的罗卜就将伊的心中甲伊摕出来，带伫一丛旷野中间的一丛树啊，甲树啊挖一个起司蛋糕吼起司蛋糕种三角尖尖，甲伊挖出来，迄块茶甲伊摕倒来伊的厝。将伊的心中放伫遐，用土甲伊裹起来，都来报告伊的亲人讲利文斯顿死，然后用布篷布甲伊包包咧。最后利文斯顿伊的尸体是送倒去英国，带伫英国国王的礼拜堂，叫做西敏寺。所听的弟姊妹，遮个人拢有一种共同的表现，就是无怨无悔，没有遗憾。全然完全听上帝。我讲这个故事的时，会当唤起遐弟姊妹，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嘛要亲像伊，我要互你知影，我嘛听你。所以遐弟姊妹，咱虽然无一定会当亲像因手所做的工，但是恁会记得，上帝接纳伯德恩。伯德恩是一个无结果子的人，但是伊的人生是一粒麦子。有的人的生命是有结果子的机会，但是有的人亲像一粒麦子，上帝啊将伊带入土里，伊就生团做做。所以兄弟姊妹，独独仰望咱的上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5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安尼写：凡遵守主道的人，既然遵守上帝话的人，听上帝的心伫伊的内面，就实实在在是完全。所以听上帝的人会爱听上帝圣经的话，听上帝的人会羡慕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认真问咱家己：你阿们吗？你愿意亲像2000年前的彼得讲：主啊，你知我听你。你愿意亲像这个伯德恩，勇往直前，永不回头，毫不遗憾，你愿意吗？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虽然足平凡，但是我也愿意，我要将我的生命高举伫你的面前。我会记得你捌接纳一个囡仔5块饼问了2尾鱼的故事。天父上帝，这就是我。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牧师第一个甲咱分享的第一句话讲。伫灵修的中间所读到的一句话，这句话讲：人若家己讲，伊踮伫耶稣基督内面，就着照耶稣基督的脚脚去做耶稣基督做做，做他所做，说他所说，想他所想，就亲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咧想什么？就是用天父上帝的念头做伊的念头。耶稣基督做什么？做伊的上帝交代伊做的工课，用爸啊，若通将这个杯离开我，你会记无？但是伊做伊的爸爸交代伊做的工课。所以，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心，今仔日对你讲话。顶礼拜牧师的讲道讲，如果耶稣基督若伫咱中间多好，伊来主持礼拜，偌好咧。顶礼拜英皇书会。但长老书会时，伊嘛伫祈祷中间讲：主耶稣，若今仔日你来做伫礼拜中间，你来主持这个礼拜，偌好了。兄弟，耶稣伫今仔日伫咱的中间，伊来主持这个礼拜，毋是牧师来主持这个礼拜。这个耶稣要对咱讲话，我咱伫伊面前讲：主啊，我愿意。咱安静思考，咱的生活需要有什么种的改变？约翰伊讲：你若认为你踮伫耶稣基督内面，你就爱照耶稣基督所做来做。愿主耶稣基督来甲咱讲：我的学生，我所听的至好朋友，我所听上帝的囝子，
我要将上帝的国放伫你的生命中间。我要将上帝的国、荣耀的国，是永远长存。上帝荣耀放伫你的家族的中间。所以约翰一书今仔日牧师所引用的，其实是无完全。咱应该爱规篇第2章拢总完全读。所以你倒去读了后，你就会读到即句话。今仔书会无读到，因为咱若要要求书会规个约翰一书第2章总读，咱的读圣经的时间会足长。约翰伊甲伊的同伴讲，毋通听即世间，也毋通听即世间的代志发生的代志。人若爱即世间，听上帝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什么叫做即世间的代志？咱真侪时阵，咱想要听迄个谈话性节目，咱有真侪时间用伫看连续剧，咱有真侪时间用伫看球赛，甚至若要去参加球赛，都要去买迄个球队的衫，有真侪。咱学习这个球队的文化，但是咱用偌侪心咧学习耶稣基督家己。咱来做礼拜，敢捌穿耶稣基督的制服？用耶稣基督敢有制服？当然是无啦。但是耶稣基督以上帝的形象伫伊的内底。所听的弟兄们，愿圣神将上帝的听放伫咱的内底。互即个听得到完全。约翰搁伫伊今仔日留互这兄弟姊妹，约翰一书就是讲第1张批。约翰伊所写的即个批，伊讲圣神的教示是真实的，无虚假。恁就爱照圣神的教示来踮伫上帝的内面。伊的意思就是照上帝的话来踮伫上帝的内底。这有关是当代中文译本伊的翻译，伫你的和合本，还是讲你伫汉语汉语的圣经，你读无即个翻译。但是即个当代中文译本内底伊的翻译较浅白，伊讲圣神的教示，但即个教示意思就是圣神的文书，圣神的文书是真实的。2000年前，圣神踮伫耶稣基督学生，100几年前19世纪。上帝的圣神嘛，踮伫即阵欧洲、美国的这青年的基督徒因的心内，这个文士感动因，行到天边海角，无后悔，全然为主来活。所以听的姊妹，今仔日的礼拜要结束，牧师互咱2个祈祷的方向。第一个祈祷，为着你的生命祈祷。你的上帝讲，主啊，我是一个做工人，主啊，我是一个做事的农夫。无论咱的生活是怎样，咱拢会看得穿耶稣基督荣耀的白衫。咱的人生拢会当因为着耶稣基督来活，真做真尊贵的人。所听的弟兄们，2000年前，这个我拄则所讲的，100年前，这2万个为着耶稣基督去做宣教士，真多的人中间，因多数拢毋是用牧师的身份到天边海角。所听的姊妹，一个内地会最早的创办人，真多这的早期的这的创办者，其实因拢是社会下九流的一般的工人的阶级。因是伫个过程的中间，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才慢慢一世人读圣经，所以上帝伫因的日常生活中间造就因的智慧。所以听的姊妹，这2万个人，因为一个真特别的共同的气质，就是长老教会所咧讲的万民皆祭司。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伊的意思，毋是干那牧师一个人咧传福音。是所有的人拢咧传福音，所有的人拢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甲耶稣基督的代表。咱的生命会当更较水。上帝本身就是这个形象，上帝造人，上帝将伊的形象放伫咱的内底，毋是干那形象。这个形象代表上帝将伊的权能，
所以伫申命记的中间，开始第一摆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就做完全的人。这句话首先出现伫亚伯拉罕的身上，无论是伫创世纪的记载，后来伫摩西五经中间不断出现。上帝甲亚伯拉罕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你的性命要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愿这句话祝福你每一个人。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上帝，我的性命要因为你的荣光来得到荣光。”阿们吗？上帝，我的性命要因为你的荣光来得到荣光。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伫今仔日的礼拜。后礼拜的圣神降临节，咱伫这礼拜有7天的时间，咱常常伸出咱的手。你若愿意，伫这礼拜的中间，你常常伸出你的手，你甲上帝祷告：亲爱的圣神，请你降临伫我的家庭；亲爱的圣神，求你降临伫我的生命；亲爱的圣神，求你充满伫我的内心，因为我对圣经圣道。这使徒因所流露水的脚迹，无论是保罗，无论是行说的约翰，使徒约翰，我看见因怎样的表明，甲讲起圣神的充满。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将圣神放伫我的内底。保罗讲，独独点伫咱内底这个圣神，伊要赏赐咱准确明白上帝的奥妙。咱也要因为上帝的心。伊讲神的灵如果住在人的里面，人就明白人生以及上帝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姊妹，因为上帝的心来踮伫咱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咱，圣神会带来水的灵命，圣神会带来好的品格，圣神会带来圣洁清洁的心、正直的心，圣神会带来知识。财物甲聪明，圣神会带来开人的目睭，互咱准确明白上帝深奥的万事。愿主将这个应允赏赐给那听伊的话的每一个所听遐的姊妹。教会历史中间充满最水的故事，这个人将伊的一生献给上帝。这个人为着上帝的缘故，放落享受安稳的家族、故乡、高文明的社会生活。这个人愿意到他乡，屈给家己去照顾遐个无人照顾的人，包括德蕾莎修女，包括喜乐的马喜乐阿嬷。这个人多数拢是信徒，因代志，用因的职业。用因的工作，用因的一生来为主来活。这个人不是为着因故乡的教会，这个人是为着天国的教会。伊讲，上帝福音要传到天边海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所听的姊妹来到上帝圣殿，是要改换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咱要上帝问讲：上帝，我的将来会怎样？当咱甲上帝参详咱的将来时，上帝就要亲近咱，上帝就要亲近咱。上帝讲：我的念头，我的道路。当咱亲近上帝时，上帝要将伊的计划，将伊的心意，将更较水的事，将更较水的愿望，向咱来显明。所以对这2万的人，不是冤枉死。拄着这2万个人是荣耀为主来活，愿你的子孙我，我的子孙我，咱众人愿这间教会，咱是为主来活的教会，为主而卓越。以赛亚第9章第55章第9节，伊的意思就是卓越的生命。伫这个所在，上帝讲到一句话：天较悬地，天较悬地。意思就是上帝活命比咱世间人更加荣耀、更加宝贝。上帝的天，咱的地。上帝讲：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最后，我要甲咱学习一个
听上帝的声的操练。所以，兄弟姊妹，你敢会羡慕会当亲自听到上帝的声？你敢羡慕会当听到圣神伫2000年前对彼得、保罗所讲的话，对约翰所讲的话？你敢有羡慕？伫100几年前，上帝对这2万个为着上帝来爱的人，上帝唤起全世界上优秀的一群人。这群人无感觉伊是用优秀的身份为主来活。这群人虽然是全世界上优秀，但是伊却用另外一个卑微谦卑的身份，是到世间的各所在来做人的奴仆，为了耶稣基督做人的采用。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听圣神的声。约翰1书第2章27节，圣经安尼讲：圣神的教示是真实，无虚假。约翰甲伊的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唔免互这个世间的声来教示你，唔通听这世间的声，就听圣神的声，因为圣神就是真理，圣神的教示是真实。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独独就听上帝的声，因为上帝的话要长长点伫咱的内底，上帝的话要久久长长到万世代。对咱到咱的子子孙孙，所以兄弟姊妹，着汉文的和合本圣经翻做务要，一定爱，着互上帝的话点伫恁的家族，伫咱的家庭的内底。咱是信主的家庭，咱的家庭是用上帝的话做咱的家训，做咱的家厝的，咱的家庭的价值观念，甲咱家庭的主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务要，这就是和合本的圣经讲，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上帝的话语，常存在心里。兄弟姊妹，将所听的放伫咱的心内，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做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伊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圣神的教示，约翰用这句话叫做柏油的教示。圣神的教示，约翰甲伊。约翰直接用一句话叫做“圣神的文书”，文书的教示。伊讲上帝文书是真实的，不是白册的。今仔日上帝对咱讲话，有耳孔的人就听。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怎样听上帝的话呢？咱要怎样听圣神的声音？兄弟姊妹，安静，唔通忽略你心中的感动。咱内心好的感动，内心好的感动，就是圣神来对咱讲话。所以圣神甲有三个秘诀。什么种的人会当听见上帝的声？第一，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的人，亲近上帝的人才听得到圣神的声，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就是有尊重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常常放在心内的人，这个人伊会对上帝的话来认捌圣神的声音。第三，当咱什么感动拢无的时，有祈祷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亲像拄则牧师甲咱分享，伸出双手，咱会邀请主耶稣基督，伸出双手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请你到我的生命中间。来对我讲话，也这都去想这三句话的意思。甲上帝爱有清气、圣洁、亲密的关系。因为圣经讲，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人若无清洁的心，就无法度亲近上帝。第二，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头。第三，奉耶稣基督的性命出声祈祷。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犹太书。这个犹太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太，是耶稣另外一个使徒犹太。伊讲在圣灵里面祷告，伫圣神的内底祈祷。所以兄弟姊妹，用你的感情，用咱的感情。用咱的心祈祷，
用咱的感情，用咱的心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圣神，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愿陪伴被领受你对天然来丰盛的充满，你的掌管，你的运行。阮期待每一年的圣神降临节，拢是阮顶头生，拢是阮重新得的回日，一个圣洁的礼拜时刻。这里圣神降临节进前，阮当心自己的事，阮重新摒空阮的内心，阮较无，阮心无活命的神进入伫阮的家庭的内底。长长踮伫阮的内底，直到永远。主愿将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网络直播，无论是礼拜堂圣殿内，主每一个人拢享受你的圣神，互阮得到你的陪伴。愿咱来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